誰搭霸王船，認同他人和自我的價值。物理茉莉的生活日記。雖然我們長得不一樣，但是我們有一樣的感覺。舞台已經準備好了，觀眾也都在位置上坐好了。我聽說這出戲會很恐怖，是關於沒買票就偷偷上船的故事。佢哋會被蒙着眼，被逼着跳海，會有人浸死㗎，仲會俾鯊魚食咗添。小朋友們不停地說着。我哋唔想睇啊！蜜莉和茉莉說。布萊老師站起來，堅決地說：請大家安靜。小朋友們動來動去，邊講悄悄話。唔好睇啊！有人會浸死㗎，同埋會被鯊魚食咗㗎。布幕拉起了，大家都安靜下來。船長坐在他的書桌前，將嗰啲搭霸王船嘅人一個一個同我帶入嚟。船長命令大副說：等我睇下佢哋有咩用處，先再考慮俾唔俾佢哋留低啦。第一個被帶進來的人從他口袋裏拿出了支口琴，吹了一首非常動聽的曲子。船長高興得拍手說：真係好聽，就準你留低，吹口琴俾大家聽啦。好嘢！第二個人把他的頭抬起來，唱了一首非常美麗嘅歌。我喜歡這新的感覺，我看見你微笑些天使，這就是愛的奇妙。我願意陪在你的身邊，讓心跳不會變老，歡迎來在美麗新世界，讓感動一個一個實現。船長高興的拍手說：唱得好好聽，就準你留低啦。雖然我唔知你喺度唱緊乜。耶！第三個人拿出素描簿和鉛筆，畫了一艘漂亮的船。船長高興的拍手說：哇哇哇！幅畫畫得好靚。好啦，就俾你留喺船上面。不過你要同每個船員都要畫翻一幅畫㗎，好唔好？好耶！好。第四個人把手放在後頭，表演了一段可愛輕快的舞。船長高興的拍手說：哇哇哇，好好睇！我從未睇過咁好嘅舞嘅。好啦，就俾你留低啦，以後同我哋一齊跳舞，教我哋跳舞，你話好唔好？好耶！第五個人拿着一本筆記簿，張開嘴巴，發不出聲來。他的臉扭曲，努力地想發出聲音，緊緊地抓着筆記簿，可是還是沒發出聲音。觀眾聽得緊張得很，停止了呼吸。
麥莉和茉莉躲到凳底下去。船長搖搖頭，第一個人站出來，說話了：不得，等一等，我可以幫忙㗎。他接過了那本筆記本，念了一首很美的詩：兩名劍，年限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時鳴春澗中。船長高興的拍手：好，你就留低念詩俾我哋聽啦。太好啦！不過我好想知道一件事。船長說：點解你哋個個都咁有才華，但係佢偷偷咁走上嚟我隻船上面呢？我哋想喺被送上岸之前，證明我哋嘅價值。第一個人說：你知道嗎？冇人俾機會我哋。我唔係好明白你嘅意思喎。吹口琴的第一個人說：個腦子受過傷。有美妙歌聲的第二個人說：我看不見東西。會畫畫的第三個人說：我聽不見聲音。會跳舞的第四個人說：我沒有手。會寫詩的第五個人說：我好吃㗎。船長高興得鼓掌再鼓掌。我而家終於明白啦。好啦，就等我哋喺呢個旅程上面，大家各展所長，開開心心咁去睇下呢個世界係點樣嘅。你哋話好唔好？Yeah! 好啦，前速！大副開心得大叫，搭霸王船的人都高興得跳起來。船長肯定了我們每一個人。全體演員排隊鞠躬謝幕，觀眾都站起來鼓掌叫好。誰搭霸王船廣播劇中製作係由麥一、麥女、麥媽同麥爸演出。麥子雄飾演船長，羅雪欣飾演旁白、學生、眾人。麥子柔飾演麥莉同學、布萊老師第三個人、第四個人、眾人。麥希元飾演麥莉同學第一個人、第二個人、第五個人、眾人。監製羅雪欣。音響效果麥子柔、麥希元。特別效果傻瓜麥子雄。誰搭霸王船廣播劇已播放完畢，多謝各位收聽，下次再會，拜拜。